一早出嚟咧就係彭博一個報道，關於 Goldman Sachs 對 A 股市場2026年嘅預測。Goldman Sachs 咧就預測 MSCI 中國指數咧會上升20%，而 CSI 300咧就上升12%。咁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兩個原因嘅。第一咧就係話中國嗰啲公司咧就會盈利增長啦。盈利增長係有咩帶動嘅咧？就係用 AI 帶動。佢覺得中國嘅 AI 對全世界個銷售同埋增長咧，會帶嚟俾嗰啲公司咧，大約有超過10%嘅盈利增長嘅空間嘅。咁第二咧，佢哋指出咧就係政策嘅扶持同埋鼓勵，所以佢話基於呢兩個原因咧，佢就會有以上嘅預測啦。雖然簡簡單單話，佢哋會估到中國市場大約起12%至20%，睇下你用咩嘅指數衡量啦。但係中間當然都會有起起落落，或者會有大起大落都唔奇，因為都係講一句2026年係一個風險比較高嘅時間，波動會比較大，所以投資大家要小心一啲。有咩意見嘅喺評論區討論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